我遇到好多老板都会跟我反映啊，特登时期他的消防花了很多钱，好不容易架设好了，然后审核也审过了，为什么到后续的时候补起建造啊、实造的时候，他都说要重买，不知道说失血了。针对这件事情，真的要好好讲一下。特登工厂的改善计划的消防，它还是有经过消防技师跟消防局的审查，它是依据消防法跟各类消防场所的设置标准，其实它就是用工厂下去做设置的，这跟我们后面的一般工厂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假如我们的特登消防通过了以后，取得特登执照，开始执行补照，过来就是执行改修。那改修的这部分呢，在我们的建造开工本来就要再审一次的消防审查。为什么要再审一次呢？因为它是特登的消防拆改了以后，里面的整个的消防规模跟我们特登消防的设备，假如是约略是吻合还是相关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沿用的。只要不是在隔离设施里面被拆掉的那个消防设备，它是